第二就是讲地方地主的修持力量，咱第一小点就是讲以诚实的为修建这个关键，因为咱拢知影凡是呢，经过历史的指点，了无自性是分，无来发道来着，会当只往向善，就完了啊，安尼呢，才会当呢，面对祖孙呢，结合了自性这个性，将来呢，以良化非常的建分文化建构，这呢，乃是呢千文万道的这个总归处，总归处。所以呢，正有一句我讲方便有道无法，归元无自度。这样子来讲，方便有道无法，归元无自度。因为咱知影讲，这个方便法门呢，足济研究就到了免科学法门来超生了事，足济。所以呢，即届今日来遮前3班的讲，迄个道理是千千万万，但是真理哪一条？就讲咱要归元的时候，就讲咱要转咱的国家哪一条路，即个方面，即个目标呢？但是什么法门都有千门万道对，但是咱对即条呢，就是最实际上一条对，所以有遮老师来讲，望着紧先服装，望无着紧较修炼。可比讲咱要去台北，会当坐高铁，会当开车，会当坐铁路，会当坐巴士，会当骑倒来，会当用行，有可能出方法，但是咱目标是台北。你要爱有徛行，有徛自行，安尼你才会当达到这目的地。那么咱今天来抽到，就是为着要超生了事，这个一条回，这个法门。但是呢，咱只要呢会当始终如一，咱就会当等到第一个国家咯。问听人讲做一个较好，安尼才会变。因为这个法就是要互你会当开悟的，互你会当颠上离间的，可比讲咱要过这条溪，爱摕白仔过，过了，咱这白仔会晓放掉，嘛搁摕白仔，你着爱上看嘛，白仔就无用啦。相像这个法，就要使咱超生的四法就无用啦。咱若看完了后，这法对来讲就无用。上个是讲咱知影，爱会当达成圆满，因为咱时间若无去了解的时，咱就无法度好做，无法度好做，咱知影即个路了，伫修的法门当中，咱是爱始终如一，爱对即个道有信心，所以相信，伊这样讲相信修道的这个观念，因为咱。相信因为咱相信是咱入道的这个机缘就对。因为你对道若无信心，咱讲道好，那么你就来；讲道歹，那么你就来对道无一个观念。因为咱知影讲要对道，未遮严厉。过去要得道，就是爱千里风流疏万里游较好，因为这修的无同。咱即马虽然先一定会修，倒是嘛一定，咱来坚持要来修，对咱即个诚信无够。所以这诚信呢，你有诚信，你才有法度好认。你若无诚信呢，你无法度认。所以人讲不有三不度，无言者不度，无信者不度，无愿者不度。有法讲但有变呢，伊还有三不度。当时呢，
所以咱就是这个信心，我想啊，信心对咱讲重要。咱有神，然后神是感动天，敢是安尼？你若无咧信心，你要甲分会当客气活动。像咱过去的这个祖师伊要传这个所谓传道这个传道的徒弟也好，还是伊的传道啊，就是爱甲祖师有客气。要上五祖做安尼，有客气了，伊才会从这个传道。所以就是爱有信，有信了就是爱有信。所以华严经讲，信为道源方便好，表现一切诸善因。一切诸善因的迄度，就是你爱对道有信心，相信道真理真天真，咱个心也爱真。安尼咱较法度好思将对，若无，咱拢会受着环境左右，种种拄着考验的时候，咱拢会配合就对啦，对着有信心。所以相信对咱来讲是非常重要。相信对咱来讲是非常重要。那么你若是有相信呢，你才有法度好用了着这个分。听经闻法，你嘛才听有啊。听经闻法嘛才听有。所以佛法为什么这个人，就是来自这个所在。看咱有信心，甲信心。你无信，无信，你要入门困难。因为有时咱咧讲的时候，安尼讲尔，你着毋信啦。咱像即摆要接来祈祷，咱10月份咱像后晡嘛是点到天天，那10月14号咱是天天都点到。那要接来祈祷嘛是安尼，咱咧讲的时，伊就是有时咱咧讲的这个话语会当打动，还是这个翻译我所打动着对方的心，拢只是以善的心前来祈祷，毋是讲伊真正对道理有见有开悟是来祈祷的。咱拢以情带动的心来祈祷的。那么入来了，伊来对道有信心。那么才会当持续不断落去。若无入来了，伊就得了伊就知影咱后回要记着歹啦。有时分客气，安尼伊就对道理产生了迄个信心啊。所以信心对咱讲非常之重要。一般个人拢心事拢无够对啦。这就是第一点。第二呢，就是以忏悔心来面对逆境。第二就是讲，咱咧以忏悔心来面对了这个逆境，因为呢，咱现此时是讲是在家修福的享受，大家呢拢视同共享，无论是咱的职场上，还是咱的家庭上，拄着这个逆境呢，拢非常的多。顺境逆境拢有啦，但是呢，咱要咱个同步就是要以忏悔心来面对。所以呢，佛经正有讲叫善人做善为求鸟得罗三藐三菩提者，当先忏悔一切诸罪。像咱讲咱的这个爱要求的这个鸟得罗三藐三菩提，
累世6万年来所做即个罪孽定定下下。有时咱来看，咱伫修的当中，有时讲我著无爱发脾气，但是竟然咱就无去，因为6万年来这业天气实在毋是遮尔好修，尤其咱即个讲咧一世修一世修，实在毋是遮尔容易，毋是遮尔容易。所以当迄业境来时，咱就会生气。虽然讲咱修行迄个年有啥物意见到，咱就有过去。所以咱一定要以忏悔心来面对到这个业境。因为呢，咱过去世所做业，这个业力呢非常多。因为无迄个境来，你来去了的时咱会显露伫咱的这个心境。所以当迄个业境到的时，咱就用过去。虽然讲你修行偌久啊，因为咱无念住在厝嘛，无念住，无像讲无当作讲安尼，无当作讲以修行学道，修行学道为咱人生提高的前辈者所讲，这甲生死无关系，甲生死无关系，咱拢毋去接受。咱过去修行才会知，甲生死无关系。但是咱即摆无共，咱即摆在家修呢，有时有即个利的即个有立志当头时，咱个认真呢，咱个贪嗔痴以外有呢，像咱讲，咱即摆甲过去无共，过去是静中求静，要修学道的呢，爱到亲身苦读，也是就是去苦修苦练，伫咧修的当中，必须要来向一江山史料。所以过去修学道，咱像来做啥贫道作善，伊淡拢无，伊要食伊爱靠我。迄是要去掉伊这贪念，但咱即摆学校咧讲的，咧想讲咱即摆咧修咧是修富贵道，出门就是轿车，伫这内面是吹冷气，这比过去讲更加详细。所以华讲咱即摆是修富贵道，所以当有这个立志当头呢，咱就讲无强，拢袂记起来，袂记讲咱即摆咧修学道。就是搁伫咧坐，因为你莫在家修咱小小讲嘛，日时顾较顾，暗时顾较做。但是咱这理就是爱正道的，有时就是讲咱咧修的当中，有人讲咱要算讲无爱通计较。但是当你来的时呢，咱搁活到了放下，搁强认真。咱个是像过去安尼讲到亲身苦读啊，就是去咧修的时阵，要去有咧贪念的时阵，安尼我讲安尼可能迄个干扰较少啦，但是因为时运的无共，咱即摆面对凡福慧双修，福重要非重要，更加重要。因为这个理就是表现在世当中用，有些迄个。这个讲师嘛，时常咧讲，时常咧讲，咱要来修学道，就是要强生死讨。为什么要这贪嗔痴要化掉这无用意呢？这就是讲咱修的当中的一个有时候感觉讲若像过去安尼庙时咧修，也是亲身苦读咧修以事无争。咱面对的是一件即个修炼，你要惊啥发脾气，要惊啥物事？无但是咱即摆伫即个五伦的社会中，咱要追求福报，要开启这智慧。伫追求福报当中，难免大家人世间的人拢是咧追求名较利，咱呢，咱福报嘛是小小的，
尤其当咧修的时候，对这个人，咱搁袂遐注重，但是修一个久了，修一个久了，愈久了，其实搁谈了了，做这个，迄个面家己搁较难懂。修愈久这个心反正就是讲哪修安做的，反正这个面家己搁看较着。但咧修单脚地中时，感觉讲只要我拢莫干这落，但是呢，敢有法度，就是想讲。华的这个见面谈的，华的一同时咧上班的时候，人讲我好好先生，因为是红馆，人见做啥就做啥，拢无啥物争传。但是即摆过来换内底是情形无共啊，因为每一个意思点无共，对即个看法嘛无共，一了换内底尔。空过咧赶，无做袂使；顶面咧赶，下底无要做，你的脾气毛病就发起来。为着啥？为着你若莫遐内底即种就无落袂安尼，但是咱就是，咱就对咱良心有过去就对啦。因为咱趁人的钱，就是爱打做工课，安尼。完成。伊离公司咧就是讲伊个进度咧，你若做无到迄个进度的时候，人客一直赶，你有赶袂，你要赶做袂使，要赶的时候难免咱咧讲我的口气，就袂讲做迄个你讲的这个语气就对啦，就袂足婉转。因为你当中咧讲。情中咧讲的语气无同，你情中咧讲的时候，因为你有经过思虑过，所以你咧讲就会完全顾好。当你迄个见教的时候，你无明袂起；但是当你伫当中的时候，你无明来时，迄个见教的时候，你无明袂起。迄是讲咱的修的即个境界就到了。为着啥？咱若无去咧修迄个理的，咱就袂安尼。这嘛是对咱的一种的考验，因为即摆大家修，你有时爱去照顾整个家庭，咱毋是上过是讲你只爱去坏，咱爱去咧自己先，家己爱有即个福报来用咱即个身躯，安尼，加过程。所以迄个当中，咱就是要安尼圆满。迄个整个家庭，家庭拄着这个困境也好，你职场上遇到的困境也好，咱要去圆满，迄值得大家学习的，值得大家。我感觉讲，咱若无去追求迄个名利，咱就趁较少就好啦。就人叫你做啥，安尼我感觉足好诶。嘛袂讲有迄个争端。像咱公司10几个人，头家有负责，头家伫遐做下件事，拢互他搭袂伫遐咧无用，我讲安尼就我就莫做啦。因为安怎会计接着搬了，我就打归，我就去规内底遐，方面人咧客户咧看免去做安尼，所以这是一种的考验。但是呢，我感觉讲这是互伫管。即个修持上无好啦，若修持好人会婉转，无使讲花修长个几年，但是身体上拢无提升，拢就是为着利是当头，咱若莫遐插，迄个责任不清嘛，讲责任不清，你若讲我有即件，到头头家讲，你著叫我做啥，我就做啥咯。但是无法度安尼，所以这互我的这个困扰，安尼，袂感觉讲咱一定爱依着忏悔心来面对咱这个逆境。迄个逆境考试，咱一定爱以忏悔心，
来面对。第三就是讲，以感恩的心来行公了完。以感恩的心来行公了完，因为咱拢知影讲，咱现实性的培养是真道讲，咱会当在这个时阵来求着这个先天的大道，咱就爱感谢上天降道之恩。祖师若无祖师，咱的面祖师甲咱祖师母的这个大德，咱要求到到这能力，无这能力。所以咧，现主是来讲修无好，咱就当拍人头，咱到天路边遐搁再修。因为咱有时修得好，经济是上讲，咱到天路边的落雨有请口的，到天路边的落雨搁再修。这个凭着啥？凭着祖师的这个慈悲。所以咱这个爱以感恩的心来行公了完啦。爱以感恩的心。人迄个伊爱伊个感恩的心，来行公了完。因为咱知影求得了，咱爱行公了完啊！行公了完，大人就是上怀这为这功德，因为咱拢知影，大这人3分的功德，上天助咱千多到10分。会使讲大人的功德上大，咱就是讲免来去救人大人。要来行公了完，这就是重要。因为咱拢知影讲咱就是爱内性化，咱修学就是讲爱修咱的内性好好，要行外化，就是爱救人大人。安尼，爱内性化，严密爱有始有终，财法相施，做咱的这个老师呢，的这个来呢入关了完，安尼，因为咱若无去了完，咱讲宴不能了，宴不能了，难把香嘛。因为咱知影，咱要求道的时阵，为了是了这台湾，咱一定呢爱来了完，安尼，这就是第3点，以感恩的心，来行公了完。第4是呢，以尽仁道的修持为立足点。以尽仁道为修持的这个意的足点因为呢是用生命这个自修，用生命自修者也就是三义普渡的这个天道啦。咱是用伦常而行是用伦常而行这是仁道，咱是天道之间所以咱修道者必由仁道为仁道上的立足为出发点因为呢，咱若是从仁道做无好，讲要修天道较有困难，一定有困难若讲你离村，你着拢无一口道讲你的天道偌好，咱敢要相信？绝对不相信。所以来讲
咱就爱对自己做主，会当管管整个这个家庭，在家就爱管管这个家庭，因为尤其这个管管是在敢若是种的考验，因为翁仔某、爸仔囝也是种种的这个家庭，每一个的想法。话翁咧收，某无咧收；话某咧收，翁无咧收；话是大咧收，囝无咧收。你免来遐管管这个家，这有足大个考验，因为每一个的想法无同。但是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拢希望讲咱会当一家拢来收，就要用方法，爱用方法。有的人。有的是按有咧收咧顾着考，但是咧考验就是咱免来遐管管迄个重点。你像互咧收的当中，有时阮太太拢会甲考，伊若咧叫我用啥，互我拢会讲小可仔听者就袂使。讲好，就准备来电脑无第二句话，若无你来讲你就讲说人哋。伊若讲一个了，我就讲安尼袂使，爱去圆满这个家。伊咧讲，我就讲是好，爱是也讲，因咱知影个想了，伊若咧教，咱就爱，迄个马上回应，互伊有感觉满意安尼你刚才要计出来，你才计出来，你讲。伊叫伊做伊，但自然的爱情没有圆满，这个整个家庭所以这嘛最重要啦。尤其咱是做无好，尤其爱孝顺父母你若讲你修行的当中，你无有孝时大，搁无意时大，若讲这是这个靠的，你家己的筋、家己的骨，你都打死会条你修得敢有效，绝对无效。你相信，嘛讲天地众孝，孝当先，一个孝子，全家孝顺如生，孝顺孝顺子弟必名全。将这百孝先我较讲有咱强调，所以咱一定爱对伊人的这尤其咱爱。为这个例子一点的对这呢就是讲咱伫修行学道这个修学理念一定来正确无你若理念无正确就惊死人。尤其互我感觉讲咱这大团体就是讲爱以咱这个大道理为重，爱以咱这个大道理。大家理念相同，理念相同当中，大家要来去沟通，要来去协调，迄是重要。袂使，伊修行当中袂使讲一个使一条，咱这个道理方面困难。所以咱这点科学，等于是讲，医生传出来，医生传回来是咱的合同，有时互咱师兄咧体会。有时咱的心改个嘴都袂动有时咱要想伊会讲伫恶去。即摆讲到咱个家庭，咱个家庭有时嘛袂，大家拢袂动免朝向迄个共同的目标。所以咱个长期嘛，上面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想法，咱要去引导大家朝向咱共同的目标去进行。迄个理念足重要感谢所以呢，这是讲咱迄个修持，迄个修持这力量一定来健康的。过来第三呢，咱来讲白羊地主为何爱乞丐
咱是事实讲，戒律呢是超生了事的这个根本，哦，毋通戒律呢，咱呢违反了真侪这过程，所以戒律是作为一个约束，减少咱的这个过程，哦，因为戒律就是超生了事的这个根本，哦，你根本都无顾啊，你甲顾迄个碗有效无效？哦，因为戒律就是要防止咱犯错，对咱是一个约束，哦，对咱是一个约束，哦。使咱呢会当呢减少了这个过程，哦，师尊嘛佫讲戒律对咱修行来讲是必要的一个阶梯，是帮助咱行向了菩萨道啊，哦，所以呢，这个，哦，所以咱庙会主为何爱持戒安尼，哦，所以呢，尤其这个戒律大较早还袂清口的时候，认讲修行道足简单啊，只要咱免咱无要去烦恼无要去骗人，安尼就好啊。要清口哦，先接受这戒律足困难啊。但是呢，因为你若清口了，你来接受这个戒律，哦，所以迄阵伫遐教育，但是咱清口了，敢若讲清口足容易，要接受是足简单啊，要做到大家拢慢慢足困难，因为每一个人的想法、看法拢无共。你对伊好，就不一定对伊好；若对伊好，就对伊无好。所以足歹拿呢，所以呢，尤其呢，所以这个戒律来讲足重要，尤其呢，细阵的伫即个往现的时阵，伊会进行伊的道义，就问迄个细阵讲，事你若比如讲我要以善为师，迄阵细阵讲要以戒为师，以戒律做个老师，你只要遵守戒律，安尼就当小心了解。但是呢，咱即个现执行呢，因为咱知影讲佛法这个原先就是要求戒定慧三学的这个程序，所以呢，迄个释迦先生讲，法的时义，才有分了这个三种时义，第一个是正法时义，正法时义的时呢，就是爱明心见性，当下即无者，迄是上基之义，上基，一定爱明心见性，但是呢，迄毋是当下，明心见性当下无者，迄是上基啦。这是第一期正法时期，第二期相法的时期呢，就是呢，极乐净土发明的这个形体，要求呢一心不乱的这个禅定，再修成了无生法界智慧，安尼才会来证得啦。但是咱今日的这个办法的众生呢，无非也无定啊，但是呢，有心学佛者呢，所能实践的呢，唯有也就是戒律啦，安是安尼？因为咱我要修戒律，毋是见义的呢，但是呢，所以呢，戒定慧也就是以戒为首。所以呢，事实来讲，办法时期呢，颠倒的众生应该进入了这个正道，
爱自修自觉。因为呢，戒律重要，觉性更加重要，觉性更加重要。所以不只是呢，爱以戒为师，同样以教为师。因为呢，咱讲有较浅，才会咱突破外在种种的约束。你若无觉，你无自觉，你要哪觉他？敢是？你著是有自觉了，你敢有同我觉他？所以这就是呢。所以呢，戒定慧就是以戒为首，因为咱外来的众生的经济较长，袂当呢马上见性，袂当呢立刻呢自性自觉，所以当先呢以戒为师。所以祖孙讲倒水是上乘这法门，但是呢中庸之道义，不开了戒定慧啦。是以戒为首。所以咱必须要由根本的这戒律开始，因为咱外来众生呢无戒定慧，完袂使，因为过去是爱以戒定慧来修，虽然就是爱以戒遵守这戒律了，慢慢来开启着这个定在自性自觉，自修自觉，有觉性完了，咱来觉他法度。你家己本身就无多好自觉，你要哪觉他？绝对是无可能，绝对是无可能。所以咱以戒为师，你受得了名师之了，点开咱的智慧这通天经，眼了，咱当然要时刻守住本心，发挥了这个本性，流露了智慧，以建立了正确的修办理念，明悟本性真理，以真理而行。因为咱拢具备得了，就是名师来指出迄个所在，就咱灵性之别的。咱时时就爱上海讲话，即个讲时时抱守道体，时时反反自照，自己的这生产，安尼时时有反反自照，安尼你才会当来提升你的这心性，会当来发导你本性这个功用。所以来讲，高心地心天人之，咱的心若无清，有缘无效，有缘无效，所以咱咧就是安尼来建立了正确的这个修办的理念，会当明悟本性这个真理，以真理而行，就是上海讲话只讲安尼，时时抱守道体，时时反反自照。学情对我这三性模式，为你无人不中不朋友交不熟全不熟时时反反爱来提醒咱自己，因为生学道版本就是足简单。你若时时反反自照，时时生产，时时你个时时提升自己，若无，咱就是无讲咱的自性，咱的本性，虽然讲咱知影自性要住伫遐。咱灵性去锻炼，但是咱要用心用事咱拢用悉心用事无以真理为所以大家当然就是一体两面，戒重要这个戒重要，这个戒更加重要，以戒为师就是你的这个功夫，你若以戒为师就是你的功夫。以戒为师就是行的这个功夫，这是体加用的这个关系，体加用的这个关系，
乞丐呢，就是要学互咱自己发自悲心，行向无上这菩萨道。师尊来讲啊，戒律就是要帮助咱解脱的，毋是要约束咱的。戒律就是咱上即个过起来即个规则，你若出了这规则就不一样啦。所以若讲自由呢，就是无妨碍他人的自由为自由。原理就是款。乞丐呢，必须要呢，就是爱达成。乞丐必须呢，爱去达成甲悟性。乞丐本身就是修行，但是呢，修行不可以不乞丐。故知修行必以觉性、悟性为中心方向，以正确的理念来持守戒律，方便得持代志真功夫。因为乞丐就是要断咱一切的恶根，因为咱众生的累世，随众生累业随运由心造，然外在行为无端无知，造恶业无尽无边啊！所以爱借用外在行为的这个戒律的约束，优美自类，以庄严谨慎言行，减少造恶，清掉的这个机会，救呢，即可呢自心还根断除恶业啊！因为呢，要乞丐实在就是要断咱的这恶根啊。但是呢，咱6万年来这个经济非常这个有时，咱个话讲诶，若无要想内底见教，咱就无用伊会去无用伊会去因为咱毕竟咧修抑个保障生死当做一代生死的这个关系，大注重对，就是像迄上次讲甲生死的关系，咱拢免执着，跟生死无关的，因为咱这个生死是讲咱伫世间修的上重要，生的上重要。你若迄个口气无啦，要分出去就后死人，那么你世间就消失在这世间啦。有时，这个天气来时拄着迄个顶等到着迄个生死的宣判时，咱就拢想法啦。有时上华电视台讲做这个肺部重要，我讲我讲今仔迄个到这里结束了但是咱嘛是爱面对，但是咱迄个感觉讲咱做无够，当到迄阵咱会感觉咱做无够，毋是咱做来咧等伊。当咱若做来等伊，咱就无要紧，像逐纸安尼上一摆当着心意，他讲无要紧，没有关系，已经圆满了。但是咱就感觉讲咱即摆要等伊，咱还未圆满呢，咱还未做啊未够，安尼就等于。但是当咱搁好起了。无病去，咱搁还开落来，干啥呢？咱搁想我还有明天呢？家里没有明天，我们当下的心境是什么？咱来学行的做好，但是咱搁还未光明无嘛，还未光明无的时，就在等伊啊。其实咱嘛是贪求，咱嘛是在贪这个下面，所以。贪嗔痴你现在贪嗔痴干嘛唔这样啊？大贪小贪，大贪无咱小贪就较济啦。如讲咱对着这个名闻利养要注重，要做注重袂上过讲安小贫贱随遇而安。咱比讲上班就安尼一
一代词一表演在路行，人也不敢欺负不了，该欺负，迄款意见实在无法度。但是这嘛，因为时代变迁的无共啊，因为过去老尾迄阵早期是老尾社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无啥物费用就改成迄个自食其力。咱遮无共啊，咱遮工业社会啊，拢爱靠逐个啊，敢是安尼无共，因为目睭底因就爱钱啊，你拢无开门水电。瓦斯、电话钱，有诶无开销嘛足济呢，所以就是咱对着迄个利用，咱拢爱会去去来争尾下呢，我来做一个结论，出来袂了。因为三宝心法呢，也就是咱白羊弟子见个先进的本事法门啊。所以咱得着了，咱用的甲手气、行气，因为咱得着三宝心法了，迄是要超生去发论来。咱得着了，能依得而行，袂晓甲应用，袂晓甲应用。咱要咱一定呢爱接受了戒律的要求，清确待于三思辨明，往道入行啦。伊生活中用真理自觉感他，安尼才会当呢以仙佛菩萨用教自行。帮助有诶这救量，所以白羊弟子对修持力量足重要，所以这个力量大概真的讲非常重要对，咱一定爱。力量一定爱正确，力量若无正确，你行一大步啊，你就消失了。搁爱接受了这个戒律，搁有觉醒，安尼，若无，咱若讲求道遐尔济，成道的呢，得道如无，成道如无啦。因为咱的力量无正确，袂当自觉。老师讲话，咱袂当自觉言语觉他，绝对无可能。你家己无了解你要去迄个，要去觉他，无可能啊！你家己对道无了解你要咧讲道叫有影，绝对有问题。所以你著爱先自觉，自我的充实，加喺这里消一下。因为做直销的话，电子账号哪有去做安利的电子销同时的招也有去做。咧做是拢讲咧个创业说明会，去听听了后，咧推荐迄个产品，咱这电脑嘛是安尼，互电子账有这个力量，大家袂人讲我记得了，我都袂晓讲啦，袂晓讲，咱会使开一个做求大为主。所用的，互大家拢知影，因为咱袂晓，咱会学免安去度啦。尤其像即摆来讲咧度人有哪做伙度啦，尤其像阮大家我其实大分咧讲，迄个今年是迄个遮侪名是几啊年因为咱本来是听各样各样，咱各样今年已经120项啊。大班拿4项成绩拢无好。伊讲就是咧歹度，其实就是唔敢开嘴啦。对一个人唔敢讲，你靠
较有机会讲会吃来拄着，无可能啊。迄个像你讲的，有头人就有机会。你讲100个上嘛一个人，你迄个球伫遐上，迄落去对不对？投100粒上有，敢袂100粒讲哦，无可能啊。有头人就有机会，你有讲有机会，你若无讲，一点仔机会都无。所以咱对德语要有信心哦，有信心的时，你较有法度持续不断的行落。咱的力量一定要健康力量健康了，有了接受了这个概念安尼有资格要甲他的赢伊甲他的赢伊这个好，差不多讲到这尔后一个到尾来。这个，因为其实这当初咧讲这逻辑嘛，做无好啦嘛，为什么迄逻辑伊咧讲跳来跳去本来迄个这主要互我的时是安尼讲有顺序的，安尼我拢着头干点了，遐跳过拢讲了无解迄个。无看迄个主张看有啥物要互我补充的要来讲，迄个领导看过要来互我讲互我会当讲搁较完全的互我就讲到遮。看书定的事你有感觉讲我安怎讲较会较好我家己咧讲袂。若讲公关者清你家己讲袂晓代志，听伊讲无一定，你敢讲安怎讲？才佫会较好安尼，互我做一个提供，使互我伫这学习当中会当上得，那么互我报告了，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以上。